礼拜开始，请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请用我们的心灵与诚实敬拜我们的神，请奏乐。请点烛。今天我们进入待降节期第一周，我们已经点燃了期待的蜡烛，它使我们记住上帝对人类的应许，而且他会保守这应许，并使这应许实现。诗歌赞美。平安，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刚刚牧师在试音，我们非常欢迎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呢，在待降节的今天，我们回到教会里边来。我们知道待降节是什么吗？待降节就是圣诞节往前推的4周。所以今天呢是待降节的第1主日，待降节还有第2主日，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在前面有待降节的花圈跟蜡烛。我们刚刚的长老呢他点燃了第1根蜡烛，我们看到蜡烛呢第1根、第2根、第3根呢都是紫色的，然后呢第4根呢是粉红色的，中间那1根呢是白色的。而点这个蜡烛呢，点第1根所代表的是耶稣呢来到世上，带来给我们盼望，而且我们对耶稣的诞生是有期待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看板上面有看到他写了什么呢？我们念下来：期待希望。什么样的期待，什么样的希望呢？就是对耶稣的诞生我们有期待，对耶稣的诞生带给我们每一个人希望。所以今天是待降节，在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在今天开始都在预备耶稣的诞生。而耶稣的诞生呢，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人的世上，神舍弃他天上的宝座，为了要与人同在，让人认识神的伟大，所以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透过待降节一起来敬拜他，并且今天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要受洗，也有小朋友要受洗归在主的名下，所以今天是欢庆的日子，我们当以欢庆的心灵来赞美我们的神。阿们吗？阿们。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我们一起来祷告。使徒信经预备好了没？好，我们全心全意的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这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站立，
让我们一起用敬拜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阿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是我们一生的盼望。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地方无水地，我渴想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地方无水地，我心切慕你。我在绳索中要传扬你，见你的荣耀，认得你，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绳索中要传扬你，见你的荣耀，认得你，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地方无水地，我渴想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地方无水地，我心切慕你。我在绳索中要传扬你，见你的荣耀，认得你，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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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们再次来宣告。我在绳索中要传扬你，见你的荣耀，认得你，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绳索中要传扬你，见你的荣耀，认得你，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要歌颂你，我要歌颂你。让我们用荣耀的掌声归给我们至圣的神。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赞美的神， Amen。因为他是习在、永在、今在的神。 Amen。他是我们一生的盼望，我们的救主。让我们存着敬虔的心，让我们全然奉献我们自己。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之主，你是天地万有主宰，唯有你圣洁公义。
这是一个预言。弥赛亚的意思就是耶稣，他就是救主。我们今天非常的欢迎有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归在主的名下，并且也有从别的教会，他们现在来到永光，愿意委身在这里，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欢迎他们。他们今天将要进入到我们的永光教会，成为我们的家人，好不好？我们用掌声来先欢迎他们。上帝要祝福你们。这个时刻，我们要用这首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要一起来赞美。一起来，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是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降生，耶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复活，耶稣为我们复活，赐我们永生。我们从头来，全世界，来，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每一个人降生，因为他带来了爱，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受死，因为我们的罪。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他为我们复活，我们不再惧怕死亡。赐我们永生。我们举起手来，这一份爱，是你愿意领受这份爱的礼物吗？是永恒的礼物，除了耶稣之外，没有别的神。何等的奇妙恩典，为了你，也为了我，这一份爱的礼物，从天父来的礼物，让我们珍惜，让我们与人分享，将这爱传给每一个人。这一份爱的礼物，我们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胸前，我们珍惜这份爱的礼物，这就是受洗的礼物。为了你，也为了我。我们举起我们的手，谢谢主耶稣赐下这爱的礼物。从天父来的礼物，让我们珍惜，让我们与人分享，将这爱传给每一个人。从天父来的礼物，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奇妙恩典，为了你，也为了我，这一份爱的礼物，从天父来的礼物，从天父来的礼物，让我们珍惜，让我们与人分享，将这爱传给每一个人。这一份爱的礼物来，这一份更肯定的说，这份爱的礼物我也拥有。天父来的礼物，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奇妙恩典，看看旁边的人，为了你，也为了我，我们把
看着对方，手牵着他的手，这份是神的爱，永恒的爱，无价的爱。你有没有看看旁边的人？哇，是这一份爱的礼物，从天父来的礼物，让我们珍惜，让我们与人分享，将这爱传给每一个人。让我们珍惜，让我们与人分享，将这来跟着牧师的动作来，让我们站起来，把这个分享给旁边的人。耶稣，谢谢你为我们降生，谢谢你为我们受死并且复活，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这份永恒福气的洗礼。主啊，我们的生命要属乎你，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虽然肉身从父母而来，但是我们的灵是从神而来，我们理当归回到我们天父的里边。谢谢主，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就像大家庭一样，家人一样，在主里面的爱彼此欢唱，彼此祝福。你的灵降临在当中，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充满了神所赐给我们的喜乐盼望。祷告奉主的名，我们一起说 Amen。 请坐。攻读圣经，圣经记载新约启示录第2章第8节到11节。请我们一起来攻读。你要写信给士每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回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10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2次的害。以上，愿神的话常常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一生的准则。献诗，请立位诗班，他们所要献的诗是：主，我感谢你。
接下来时间是圣礼典、公守圣经、圣餐、信息分享。分享的题目是启示录士美拿教会得生命冠冕。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时候，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上帝的权柄，来举行圣礼典。这圣礼典是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奉耶稣的名成为一体，在主的爱中来成长，并且能够经过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成为一个爱的团契，有最美的见证，在人们当中能够荣耀主的名。所以这时候我们要首先来举行的是成人的洗礼。今天成人洗礼有4位，王怡绵、吴怡娇、林彩莹、洪瑞俊。我们现在请这4位的弟兄姐妹来到台前，面向牧师。好，那我们请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用祷告的心来扶持，让今天的洗礼成为这4位弟兄姐妹他们生命的转捩点，并且因着我们的代祷，成为他们的帮助跟祝福。我们用这样的心来参与在这其中。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
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注意听主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教训。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未升天以前曾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都应该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候，对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所以今天早上，牧师要像彼得一样，叫人悔改，信耶稣基督，能够奉他的名来受洗。我今天也要对你们如此说：你们必须要深信，你们若真实的悔改，告白你们的信仰，奉他的名来受洗，这个圣礼点就会成为你们罪得赦的一个记号，也是一个印证，又会表明你们是从圣灵而得重生，与耶稣基督能够连结在一起。所以既然如此，你们就应该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来告白你们的信仰，回答牧师所问你们的。第一个，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相信。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吗？你们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阿们。好，这时候我们就来为他们举行施洗，请长老来预备。第一位，我们请王以勉，以勉往上来。对对 ，OK。弟兄姐妹，我们为他们来祝福祷告，然后牧师说阿们的时候，我们一同来回应阿们。OK。王以勉，我用水为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们。好，第二位，吴怡娇，吴怡娇，你站着就好。对，没关系，就站。吴怡娇，我用水为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们。恭喜你。林彩莹，林彩莹，我用水为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们。洪瑞俊，洪瑞俊，我用水为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们。回到原来的位置来。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也愿你们的灵魂和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请弟兄姐妹起立。
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来接受洗礼。我奉靠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永光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及新约的恩典。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慈悲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如此大的恩典，以这个圣礼点接纳你的儿女进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他们，恳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坚固他们，以你的恩典赏赐他们，使他们连结于基督，而得着主的充满，永远在你里面。当他们遭遇试探的时候，求主保守他们，使他们在信仰上打美好的战。愿你的能力扶持他们的软弱，保守他们安稳在你的爱里，使他们能一生一世服侍你。我们的主，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也透过这个圣礼点，更明白主你是何等的恩典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的说，主，我们愿意忠心的跟随顺服你。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OK， 弟兄姐妹请坐下。这4位请我们向后转，我们要来请我们的长老牧师来握手，来接纳他们。OK。现在我们要来将证书来送给他们。瑞俊，恭喜！我们来掌声，瑞俊。一娇姐妹，王怡绵姐妹，彩莹姐妹。接下来，我们要来送给他们神的话语、圣经。当他们受洗之后，有神的话语成为他们每一天的灵粮。神的话语可以叫我们身心灵都得健壮、苏醒，充满智慧。接着是我们的小组的组长同工们，要为他们致上最高的功课，来送花给他们，来献花。好，我们献花就好，不在这里照相哦哈。我们后面还有要进行的，我们来恭喜他们，来恭喜他们哈。好，那牧师先来介绍一下吗？介绍一下。好。彩莹，你是哪一个小组呢？照明小组哈。哇，是来教会参加多久了？时间？一个月就受洗，感谢主哈，真是有福的人。等一下，他的2个女儿也要受洗，是不是？好，等一下哦。哇，感谢主。怡绵，你是哪一个小组的？桂林在哪里？秀莲。好，秀莲的，因为他们秀莲、桂林常常搞在一起他们互相帮助所以他有很多的。因为他只有来4个礼拜。你来4个礼拜，来4个礼拜是月英姐在楼下捞上来的鱼，哇！感谢主。月英姐在1楼，看到她有感动，就把她邀请过来，真是一面神他爱你，恩宠你，神也要祝福你，哇！这个我要讲一下，好来，你来讲。他的见证就是说，他上网去找教会，
然后就骑摩托车看，哎，哇，十字架，好，又有一个车位，哦，所以就弄进去了。然后举头看，哎，不是他要去的教会。那月英姐就在下面，就看到他，就要他上来。4个礼拜，他就决定要信主，要委身在我们永光教会，很特别哈。呀，欢迎。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交，一交呢，哇，你来永光教会多久了？蛮久，2年，1年哈。然后呢，他心里面又在想，他的儿子在哪里？儿子举手一下，文成。他非常爱他的妈妈，一定要让他的妈妈能够来认识这一位爱他的神。所以呢，明成就想尽办法。所以呢，你现在在哪一个小组呢？跟儿子同组。你的组长是谁？认识吗？叫什么名字？哦，志豪。所以他的组长他就归在他儿子跟儿子一起在志豪的小组底下被牧养哈。所以他哇，组长他们爱他，然后鼓励他，他就受洗。你有没有被逼迫？没有啊，心甘情愿，对不对？感谢主，同得神的荣耀。我们欢迎一娇姐成为永光家人。瑞俊你好高，你往后一点，我这样才可以跟你。瑞俊你在哪一个小组？也是在志豪小组啊。哦，志豪小组今年真的是大收割了，哇！感谢主。那你来教会多久了？半年多了哈，来半年左右。所以呢，他在小组里边呢也蒙受神极大的。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来听他的见证。瑞俊，等一下呢，他的太太明璇，对不对？还有他的孩子也都要受洗，是全家归主。所以今天呢是他们同一天属灵的生日。感谢主，我们欢迎瑞俊。好，那你们请先回座，我们等一下要一起照相，那你们先回座休息一下。感谢主，今天很热闹，因为接下来小儿洗礼，我们有7位要小儿洗礼哦，哇，真的是丰盛。感谢主，因为让我们教会能够代代有这样相传下去哈，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来请这7位小儿洗礼的爸爸妈妈来陪伴到到前面来。有宋正伟、宋正奇，爸爸妈妈带过来，正奇、林玉婷、林爱妃、玉婷、陈木伟，来向着牧师，洪义勋、洪义祥啊，请这4位的爸爸妈妈带到前面来。来站这边，好来啊，哇！你今天穿这个衣服，感谢主，好，太帅了，来，好 ，OK。都到齐了吗？1、2、3、4、5、6，两个小朋友来，哦，穿鞋子一下，好，好，穿鞋子，好，没关系，好，那我们稍等一下哈，好，好来，爱妃在哪里？玉婷在哪里？好来，牧师这里来，好，跟着妈妈。好啊，很棒哈！我们可以再围过来一点，这样好来，好，妹妹，好，你现在还没有到，好，你站在这边哦，好棒，好来，好。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为他们祝福，但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了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耶稣就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来祝福。虽然我们的幼儿不是很明白，有的根本就不明白这些的事，但所应许是要归给他们的。他们是恩典之约的后裔，上帝以洗礼带领他们来成为上帝家里的儿女，归属基督，成为他的百姓。所以这时候呢，让他走没关系啊。他以后要当牧师的。对，让他走没关系，好吧？好，那要看我哈。对，所以这时候今天你们的幼儿要来受洗，
你们必须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来告白你们的信仰，回答牧师所要问你们的。不要看他，要看我。OK， 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阿门。阿门。你们必须依靠上帝所赐的能力，将基督的真理与信徒的责任来教导你们的幼儿，以祷告及好行为来养育他们，让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能够遵照上帝教会的教导。你们愿意来如此行吗？阿门。他都先回答了哈。这时候我们要来为这些小朋友来受洗。今天我们幼儿的受洗，我们请潘牧师来为这些孩子来施洗。哇，他就拍手了，感谢主。我们现在这边稍微空一下，让大家可以看到小朋友的受洗哈。好，我们第一位宋政伟，你叫宋政伟啊？来，政伟。OK， 来，妈妈来。好，宋政伟，我要为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神祝福你，阿门。受洗下去就安静了，感谢主，归在神的感谢名上主，阿们哈利路亚。第二位，我们为宋正琴，正琴是小恩跟燕乔的女儿，第一次来到教会，是不是？哇！哇，感谢主。宋正琴，我为你施洗，乃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好乖的小孩哈利路亚。啊！我要抱他都忘了，感谢主，这样祝福好。爱妃，林爱妃，来，爱妃你跪在这里来，很棒，好，跪下来，像妈妈一样跪下来，好来 ，OK， 好，跪下来，哇，好棒，好，爱妃，你知道你好乖，好棒，神赐给你智慧哦。牧师呢，用水为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你说阿门。阿门，阿门，好棒，好棒。神爱你，要给你智慧。好，哈利路亚请站起来。好，在那边。玉婷，林玉婷，玉婷来，请你跪下。玉婷，你是一个被爱的孩子，所以呢，牧师呢要用水来为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说阿门。你是属于神的女儿了，阿门。好，请站起来。好，来，木伟，我们的木伟，好帅的小木伟。来，木伟，请你跟牧师一样高。好，哇，好棒。好，你穿的衣服好帅，因为你要受洗，对不对？好，你叫什么名字？木伟。木伟，你认识耶稣吗？认识。好，太棒了。徐木伟，牧师用水为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说阿门。阿门。太棒了，好棒。陈木伟，好，我们的义勋是不是？义勋来。洪义勋，好 ，OK。义勋，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是吼，阿门。所以呢，义勋现在牧师用水为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大声说，阿门，阿门，肯定的，阿门，感谢主，谢谢你。一翔，
哇，终于轮到你了，来，小帅哥。一翔，你知道这个受洗就是你要成为神的孩子，他要爱你。所以呢，一翔，现在的牧师要用水为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你说，阿门，好棒，好棒。我们来回原位。哎，在这边站着哦，站着来。愿主赐福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帮助你们坚守这约。所以这时候请弟兄姐妹起立，遵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些幼儿蒙接纳进入教会，成为未陪参会员，有份于新约的恩典。今天这些幼儿的父母和会众亲自作证，并分担责任来培育他们的信仰，直到接受坚信礼。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永在的上帝，我们恳求你来保守、照顾这些的幼儿，引导他们将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分别为圣，使他们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们的心都一起增长。愿你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赏赐给他们，引导他们平安的经过孩童时期，救他们脱离少年人的诱惑，直到成人时能够告白他们的信仰，并能坚持到底。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每个家庭，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向后转，不是回去哦，是向后转。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哈。来，我们把证书。好哇，你们要一翔拿到受洗的证书了。对，一勋，回去要把它贴在你房间的墙壁上。哇，木维，这是你的。木维，哇，陈木维，好帅，好棒。玉婷，好，玉婷，爱妃，爱妃，这是你的。还有郑琴，宋政伟在哪里呀？宋政伟在哪里呀？政伟在哪里？政伟在这里，政伟这是你的。台上的那一位就是政伟。好棒哦！好，我们感谢主哈。接着呢，我们儿童牧区的老师呢都出动了，要来送给他们一个受洗的礼物。来，我们来掌声。哇！今年是我们儿童牧区大收割，7个小孩哈，感谢主。他们的鲜花里面呢都有小熊，这个小熊不能拿去卖掉啊，要好好的保存，一直到你长大哦哈。好，那我们先回座休息一下，等一下要照全体照 ，OK？ 好，我们先回座休息一下哈。等一下我们再拿着证书跟我们的花到前面来一起合照。最后我们要来举行坚信礼以及转籍的接纳。那今天有2位坚信礼，就是他小时候父母就带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接受洗礼，而今天他们已经长大，可以承认这一份的信仰哦。所以我们来请吴哲伟、蔡成汉来到台前来这2位是坚信礼，然后我们也有2位要来转籍接纳的，有2位是何明选跟蒋义慈义轩，蒋义轩，我们请2位也到前面来。来，义轩、明选，好，那你过去一点。明选、义轩哈，是，好来你们靠过来一点。义轩哈，明选。在牧师的右手边，这2位帅哥
他们小时候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而今天他们承认这一份的信仰，所以他们公开的在上帝与众人的面前要来坚信礼。而这2位美女，哇，她们是从其他的教会来到我们教会，愿意委身在这里一起敬拜服侍，所以也透过转集的一个祝福要来再一次的来表达他们爱神、爱教会的心。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请他们自己来表达他们这一份的信仰，来回答牧师所问你们的。你们深信上帝为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为你们的救主，圣灵为你们的保惠师吗？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使罪可以得赦免吗？阿们。你们当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来服侍他，一生一世走他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这时你们再一次的告白你们的信仰，我奉靠教会的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也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永光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在永光教会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以及新约的恩典。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选召从不落空，你在你的爱中来选召属于你的百姓，能够归入主你的名下，更按着你的每10个安排，让他们能够委身在教会。如今他们愿意在这里委身在你的名下，与我们永光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一起敬拜，一起服侍你，一起彼此经历你的同在以及你的恩典。所以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公开的来接纳他们，成为我们其中的一员。主啊，求你的恩典大大的与他们同在，你的能力护庇他们，让他们从今以后在敬拜在服事上都得主你的喜悦，也教导他们更明白的认识你，更亲近你，更明白主你的旨意，以至于他们成为美好的见证，并可以引人来归向你。父神，谢谢你，让他们可以享受在永光教会的大家庭，透过主日的礼拜，透过小组的参与，也透过培育的学校，让他们的灵命跟生活都同门主你的恩典。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这时我们请我们的小会的牧师跟长老来握手接纳，欢迎，感谢，欢迎，欢迎，欢迎，感谢。4位请向后转。欢迎你，再上给你，是陈汉，你的坚信礼。非常的高兴。接着呢，他们的小组要来自赠礼物来给他们，感谢主，我们来掌声恭喜他们。有青少年牧区的区长，还有他们的辅导来赠送
花朵给他们啊！哇，泽伟的爸爸哈，好，牧师来介绍一下，这一位是明璇。明璇呢，他是瑞俊哈，瑞俊你再站起来一下，要不然他们会斗错了。好，他们两个呢是夫妻，还有2个小孩，他们现在进入到我们永光教会，成为我们的大家庭的家人，所以我们非常欢迎这一家庭的每一个人。他们从几个月之前，他们就开始参加我们的亲子礼拜，所以呢，我们就邀请他们，他们也乐意委身在这里，是很棒的，可以成为很棒的同工。我们再一次欢迎明璇，欢迎。请问逸轩，你是在哪一个小组？在桂林的哈，是桂林小组哈。牧师比较不认识他，但是我相信之后会有很多的机会来认识我们的逸轩。好，我们呢也非常的欢迎逸轩成为我们永光的家人。上帝也祝福在我们逸轩的身上，我们再一次的掌声欢迎他。这2个你们认识吧？啊，这是陈汉哈，陈汉他受洗小儿洗礼。现在呢，昨天晚上呢11点的时候，牧师就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要坚信礼，他们对这个信仰真的明白了吗？的确，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说这个过程他们已经经历到神，而且亲身能够明白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所以这2个孩子呢，他们说他们自己决定要坚信礼，没有家长的逼迫。而且呢，泽伟他说，几年前呢，他受洗那个小儿洗礼是不是？然后今天的坚信礼呢，小儿洗礼是12月1号，而今天的成人的这个坚信礼呢，也12月1号。他觉得这是个好日子，所以呢，他就来坚信礼。我们非常欢迎这一些的年轻人成为我们永光家庭的家人，欢迎他们。那这个时候全部通通到前面来，我们要一起来照相，好，带着你们的花，好，带着你的花，然后带着你的证书跟花，好，然后我们受洗的小朋友来在前面，往前，再往前。好，小朋友可以都过来。来，小朋友跟着你的爸爸妈妈来，然后呢，抱着小孩的也一起过来。好，你们到后面。好，我们受洗的在第1排，受洗的在第1排，来往前。好，来，受洗的在第1排。好，这边太宽了啊。这边来，来这边，来这边，来这边也可以，来一面这里。好 ，OK。好，小朋友尽量可以被看到哈。妈妈，你可以站在地上，小朋友妈妈可以站上来，没关系。好，来这边可以吗？来，再靠过来一点。来，爱妃来。好，爱妃来，牧师抱你。爱妃来，牧师抱你。来 ，OK。好，这样可以吗？好，大家靠近一点了。好，彩英你可以过来一点。来那边可以，逸轩你们可以过来一点了。好，耶。好，那个可华可以让后面的照吗？来。好，我们的摄影师来。好，还是不行啊，可爱，还是会挡到。好，你看叔叔。耶，赞！我们给他们掌声一下。耶，赞。好 ，OK， 来，请好，回座。请回座。坐。好，来，我们请回座。可以。这时候我们要来守圣餐，我们预备我们的心，与主耶稣基督一起同桌，这是主为我们所预备的。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凡到主面前来的，主应许让我们可以得享安息，在他的里面，我们有真正的平静安稳，有平安喜乐。
所以感谢主，我们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保罗所说的：“我在主的面前所领受的，也传给你们的。”就是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有拿起饼来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死的，你们当以此来纪念我。”然后他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以此来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所以愿弟兄姐妹们，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渴慕的心、喜乐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学效耶稣，我们再一次在神的面前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极大救赎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所献上的身体，叫我们这一些本是被罪所辖制、被成为撒旦的奴隶的，如今可以回到你爱子的国度里面，享受一个光明、喜乐、充满盼望、充满能力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围绕在你的面前，我们来守圣餐。愿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特别在今天第一次透过成人洗礼来接受圣餐的这4位弟兄姐妹，主啊，你与他们同在，你的爱充充足足的浇灌他们，让他们更清楚耶稣基督的爱跟救赎，也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再一次承认我们的不是，求耶稣的宝血再一次来做洁净的工作，叫我们对神、对人、对自己都能够明白，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已经恢复了关系。感谢你，借着这饼这杯，化为你的宝体宝血，叫我们的灵命得着喂养。这样子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所以你们当以此来纪念我。我们小儿的受洗的小朋友还不能接受圣餐，要等他们长大以后才可以哈。OK， 坚信礼的以后才可以。OK， 今天有2位帅哥坚信礼了，你们第一次守圣餐，对不对？好，这时候我们请我们的长老来服侍。我们拿到饼之后，我们先祷告在神的面前，待会儿我们就一起来享用领受神主的身体。我们欢迎凡受洗归入主名下的，即便你今天刚来到永光教会，只要你是受洗成为基督徒的，你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有份来领受这恩典、救恩之杯跟主的宝体。主耶稣透过设立这圣餐，叫我们可以连结于他，也叫我们深知道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他为我们舍了性命，救赎我们，
离开黑暗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这是我们所信，这也是我们所可以领受的。愿主的灵继续运行在这其中，叫我们明白他的救恩，更明白他的爱。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当以此来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以此来纪念我。我们请长老来服侍。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以此来纪念我。我们的小朋友虽然受过小儿洗礼，但是我们要等候他们明白的时候，我们再可以让他们可以一起享受这恩典。但是他们依然是主所喜悦的，这是我们深信的。哈利路亚。感谢耶稣，他流了宝血，为了要洗净我们的污秽。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我们都是在神的眼中是不圣洁的。但是感谢神，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叫我们可以归回，来领受上帝儿女的名分，而儿女的名分就可以因此享有神给我们这名分上的权柄，叫我们祷告蒙神的应允，叫我们的赞美可以得神的喜悦，叫我们所想所做的都能够成为他喜悦，并且可以荣耀他。这就是我们一个得胜的生活的内涵。感谢耶稣基督。这杯是新约，是用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我们喝的时候，当以此来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基督的死，直到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荣耀的国度里面，跟他一同享受荣耀的宴席。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若我们用属世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没有什么盼望，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不及的，也羡慕别人。但是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创造我们，不仅给我们属物质的生活，你更给我们有属灵的生活。这属天的生活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因为我们从那里来，未来也要回到那里去。我们是客旅，我们在这世上是一个过路客。所以谢谢你，透过基督耶稣，叫我们明白我们是全然属乎你的。不管今世来世，我们都充满了盼望，并且因为你承认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可以恢复成为你儿女的名分，所以我们就有这名分、这权柄，向你支取你对我们的祝福。所以谢谢你，求你把属天的平安、喜乐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更叫我们从你的话语得着力量，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我们成为卓越的，成为人们所羡慕的，成为你恩典的后嗣。谢谢你，让我们有得享这一份的荣耀。我们要成为最美的见证，叫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乎你的。感谢你，我们所建立的教会，愿主你继续坚固，大大赐福我们，让我们成为宣教、传福音的教会，让更多的人借着我们来到你面前，受洗归入主你的名下。因为我们今天看见，不只是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一同欢迎这一些新进的弟兄姐妹孩子进入到永光教会，我们也相信你坐在宝座上，你的天使天军都同样喜乐列队来欢迎他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等福分，同享你的荣耀。这样子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成为见证人，看这些我们新的弟兄姐妹受洗，然后他们的灵命、他们的生活，从今天开始会成为另一个阶段蒙福的开始。阿们。你们要相信，今天是你们很特别的日子，神借着今天让你们归入到永光教会，而这一个开始，牧师鼓励你们，就像昨天说的，只要你们进入信仰的一个学校、培育的学校、培育的系统，你们的里面的成长是很快速的，并且你们可以支取这信仰真正的力量跟祝福，这是我可以保证的，可以必然的保证。你们半年以后、1年以后，你们的光彩是不一样的，你们的谈吐会不一样，因为你们拥有属天儿女的祝福。阿们。所以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同为你们的见证人。好，那今天时间也应该到了哈，对，怎么办啊？讲道篇都预备好了，小组的资料都可以拿了，那就OK， 没关系哈。牧师还是很简要的把今天预备的信息跟我们来分享。这是我们去到启示录的7个教会土耳其的地方哈。上次有给大家这个图看，好，我们从左上方的地方搭飞机到那里哈，到伊斯坦堡以后，然后我们就开车哈，这台车子很快，所以要注意看哦哈。开车到哪里呢？我们今天讲的是士美拿的教会哈。那士美拿的教会，我们到士美拿的时候，有看见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因为耶稣基督有说，士美拿的教会
要得着生命的冠冕。那你知道吗？原来啊，这个士美拿这个地方，现在叫做伊兹密尔这个城市啊，就是亚细亚的冠冕，很特别哦。有没有？耶稣说，你们要得生命的冠冕。在这个士美拿的教会，他们当地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土耳其的冠冕。那主耶稣讲这一句话说，不止世上的人要羡慕你们，因为你们是居住在一个土耳其最美的城市里面。哇，这个城市真的很美哈，因为它那里有一个海港，哇，很多生意的进进出出啊，那里真的是这个城市真的很漂亮。好，所以士美拿，你看牧师照的相片，他们也很用心在耕耘，因为他们自以为好的，他们就是亚细亚之花。好，我们当中曾经有成为校花的，对不对？也有现在是校花的，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一定对的，一定有的，对不对？你们不晓得吗？要不要我介绍一下？啊，不要好了啦。好，曾经有校花的啊，我相信不止一朵了哈，有很多哈。哎，对。那你就可以想象哦，在这么值得骄傲的城市当中，哦，在回想到2000年前，那基督徒在那里哦，我们去看的不是大城市的那些美景啊，我们是去看这些古迹哈。啊，他们现在不断的在恢复这古迹啊，原来这些古迹啊都已经埋在地底下了，他们现在不断的要把它挖掘起来哈。所以我们去看到的，你看后面的柱子，凡是有柱子的古迹，你都要有概念，都是有什么？有屋顶的，好，有柱子，它不会，你们不会只造一个柱子嘛，对不对？还放了很多柱子干什么？就是因为要盖屋顶哈。所以过去就是这样哦，他们都是用大块的石头来凿，然后把它堆叠起来哈，所以才能够，因为有这么样的巧夺天工的技巧，所以才能够放了2000年，现在挖掘起来还可以把它恢复哈，这是很特别哦哈。那你看，这个都是在地底下挖掘的哦，所以我们要参观这个地方都是往地底下走的，好哦，往地底下走的，当然。有一张很漂亮的，一定要给你们看的，怎么样？很漂亮，对不对？哦，感谢主，感谢主，平衡的，有一点平衡的，啊，这是古代的街道跟小水道哈，那他们不断在恢复这一些，恢复这一些是他们的观光产业，但是恢复这一些其实是我们信仰的资产。所以去看的这一些，我们都很感动，因为这就是把主基督的救恩起头，重新叫我们来明白。好啊，这是一件很棒的事。你看，在整个现代的建筑物的里面，包括现在有遮雨棚的地方跟旁边的柱子，这个整个他们都在做恢复哦。你就可以想象，当时候这个建筑物有多大，好。就这样看，你就会想象知道这个建筑物有多大。当时候它是一个大的市集，哇！那现在他们不断在做恢复的工作哈。那我们也到他们小山丘上面这个城堡，古城堡，所有的我们去看的，只要是盖在山上的，都叫做卫城或者护卫城。他们最后有敌人攻击，最后他们可以防止敌人被攻垮的地方，就是跑到山上去，可以很好的防守哈。看得到吗？我加了一个箭头让你们看，有没有？有没有？哦，那里就是护卫城。我们从上面来看整个的大城市，觉得哇，那真是一个很棒、很漂亮的地方哈。你看，这是我们从上面看到的，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找不到教会的遗址了。找不到，但是有一个这个教会很特别的，在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启示录当中来对士美拿教会的这一些所说的话，有7间教会，耶稣基督向这些7间教会
说话，只有2间上帝没有责备，那士美拿教会就其中一间哦，所以很特别。他应许他们只要坚持，并且至死忠心的话，他们一定必得生命的冠冕哈。所以这段经文刚才我们读了，牧师就不再重复了。在这个当中，可以让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有属天的价值观，跟社会是全然不一样的。这些社会的人会用社会的标准来评量基督徒，他们觉得你们是世界上最愚笨的人，因为你们把最好的时光放在教会当中，你们为教会奉献钱，你们不晓得你们在做什么。但是成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把最好的献给神，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跟权利。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明白这是从神而来，你所有的一切都是神为你预备的话，那你回报给神的，那是理所当然，并且你是表达你尊他为大，你尊他为大。我的孩子在礼拜2、礼拜3，他们就要从墨尔本搭飞机回到台湾，那来参加阿嬷的礼拜6的告别式。他们非常谢谢他的大伯、二伯家人愿意多待停留慢一点1个礼拜可以让他们回来见到阿嬷最后的一面。但是这几天跟他们联络，他们说他们很忙。我说你们在忙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忙着买东西呀。我说你们要回来的还要买什么东西？他说真的要讲吗？对呀，你们到底在买什么东西？我们交代你的就都一点点东西而已啊，怎么？他说因为我们要买礼物给爸爸妈妈啦。我说你要买礼物给我？他说对了，但是我是花你们的钱买礼物给你们的。他说得很清楚哦，我是花你们的钱买东西送给你们哦。但是你知道吗？当他的爸爸妈妈的，我们2个听得怎么样？开心呐，花得好，太棒了。但是问题是，他们也不敢买太贵的，对不对？因为买太贵的，爸爸妈妈还是会念嘛，那他们要绞尽脑汁喽。他们要花时间去商讨、去看、去找，爸爸妈妈适合的。弟兄姐妹，对，如果我们认识这位神，我们一切从他而来，那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像士美拿教会的信徒一样，即便大环境都在围剿他们在那个拜罗马皇帝的这些的神庙的当中啊，他们是被像蚂蚁一般的会被踩死的，但是他们明白这一份信仰是他们当中最可贵的，是可以付上代价，甚至可以不要命，他们都愿意跟随耶稣到底。所以他们用这样的一个心志来表达他对耶稣基督救恩的一个回报。所以耶稣基督就告诉他们，你们受苦，你们当中会被抓的，甚至会被杀死的，但是你们坚持到最后忠心，你们必得生命的冠冕。耶稣基督岂不是给我们一个最棒的榜样吗？他在十字架上说，神啊，我的父啊，你为何离弃我？但是他甘心上十字架，难道他没有能力从十字架下来吗？有的，他用他的神力、神性，一定能够从十字架下来。很多人笑他，你可以救别人，就不能救自己，有没有？但是他甘愿受死，顺服以至于死，这是耶稣给我们最棒的榜样。所以耶稣对众教会说，你们忠心至死，你们的生命的尊贵是世上所有的一切不能比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看士美拿教会，
当使徒约翰在主后100年的时候，就把士美拿教会交在他的徒弟，一名叫做坡吕甲这个主教的手中。那主教当然那时候在整个被大环境压迫，他们没有办法一个很公开的来聚会敬拜，他们必须躲躲藏藏的。就在一次竞技场，在一次很大的赛会当中，所有的这些百姓啊，就几乎癫狂了，就说我们要去抓那无神论者坡吕甲，我们要去把他抓来。哇，大家就去找不着，最后找到一个叫做基督徒的，就严刑拷打，最后逼他讲出坡吕甲主教住哪里。最后坡吕甲被兵丁要抓来的时候啊，那些兵丁告诉他说：“主教，我是很敬佩你，你只要啊，我很简单哦，你只要在公开的面前说我不相信耶稣，你只要你跪下来跟皇帝磕一个头，你就没事了，我保证你没事哦。”就这样，坡吕甲就被带到竞技场整个大会场当中，这个官长就问他说：“你信耶稣吗？”他说：“我信。你只要你亵渎耶稣，你跪下来拜皇帝，我保证你跟随的人都可以保证他们的性命免于灾害。”坡吕甲讲了一句话：“这86年来，我所信的耶稣从来没有亏待过我，到如今我岂能亵渎那拯救我、爱我到底的主耶稣基督呢？”因为他相信前一个晚上，耶稣就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你明天要为我受死，你会被烧死。你坚持到底，你必得生命的冠冕。”坡吕甲就凭着神给他这印象，就坚持到底。而经过2000年了，凡谈到教会殉道者，没有人不认识坡吕甲这位主教，因为他给了我们最棒的典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有没有殉道者？没有，对不对？台湾的教会过去也没有殉道者。然而我们不晓得，在这世界千变万化当中，是不是教会未来会被逼迫？但是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相信神带领我们，神应许我们绝不落空。阿们。愿神帮助我们，在今天我是用很短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这个是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很喜乐的跟大家来分享，让我们所建造的教会是一个忠心到底的教会，是神所喜悦的，大家更顺服在主的面前，我相信神的恩典祝福会更多，会更多，更丰盛，在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家庭，跟你的工作事业，跟你的健康上，都能够经历他的同在。阿们。好，这时候我们就不再唱诗歌了，好不好？因为时间也比较晚了，好不好？我们就这时候要做什么？我们来预备心来奉献，来回报神的恩，用行动来表达我们对主的爱。我们来预备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请我们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今日到主施恩所见，
姐请坐，事工分享，请牧师。大家平安，感谢主。刚刚牧师的分享，短短的分享当中给了我一个答案，这是我这一阵子一直在寻找的答案。我们永光教会搬到这里的时候，在20年前搬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问了神，我说主啊，这个教会你要让它成为什么样的教会？我们要把这个教会带向什么样的教会？神就给我一句话，而那句话到现在我还在寻找它的足迹。他说，永光教会在新的教会，从现在开始，要以赞美为柱子，以荣耀为屋顶。刚刚牧师示范了那个士美拿教会，有没有看到柱子？然后牧师他上面写了什么？有柱子必有屋顶。我回想到那一句话，岂不是我正在寻找的？原来神要给永光教会给我们的荣耀，就像士美拿教会这样得着生命的冠冕。阿们。而这就是我们20年来神在永光教会一步一步所建立的。原来神在20年前已经透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这里要用赞美成为我们的柱子，并且我们的屋顶要充满了荣耀。感谢主，神对永光教会设立在这个地面上是有心意的。我们继续来往前跑。我们也非常的感谢主，让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小孩，他们都归在主的名下，还有他们的家人，这是蒙福的。所以我们要继续在教会里边，不仅是参加小组、参加礼拜，也要参加培育的课程。因为你们来到教会，牧师对你们就有责任，小组长就对你们有责任。所以在你们属灵的生命上面，必须要不断的往上成长。所以呢，跟着我们一起往前跑，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儿女都必蒙荣耀。阿们。感谢主。我们来看我们的教会的消息。我们的幸福小组呢，已经进入到第9周，马上就要在这个阶段呢告一段落。感谢主，我们今天有看到几位，他们是在幸福小组里边我们所收割的果子，真的是神按着我们的热情，神就让我们丰富的收割果子，因为这是圣灵，这是神的国度的果子，所以荣耀在他们的身上，而那奖赏也在我们各位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弟兄姐妹，还有好几位，他们还在预备当中。我们相信一个一个明年受洗的时候，一个一个都要成为神的儿女。阿们。所以我们继续来为他们祷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是代降节哈。好，那我们下个礼拜要召开我们圣诞节庆的筹备会议，所以我们的同工呢在周报上面有名单，请我们按着我们的那个时间来到教会来开会。另外在下个礼拜呢，我们邀请到台湾神学院前院长陈尚仁牧师，他要来分享，他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神给他有一个讲道的恩赐，所以他下个礼拜要来到我们中间，所以请我们弟兄姐妹呢能够都回到教会来敬拜神，来聆听神的话语。好，接着我们来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的玉喜牧区呢，在12月8号，就是下个礼拜天。礼拜天呢结束之后呢，他们马上有圣诞牧区的布道餐会，所以它是排在我们所有牧区当中的第一梯的圣诞餐会。所以呢，他们都预备好了，有很棒的节目呈现。所以呢，我们的妇女们呢，你可以邀请你的家人，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一定要把握这一次的机会。只要他来到教会，他就会有机会连接到神。所以我们的责任只要传，然后告诉他来到教会，接下来呢，你就把他交给小组了。所以呢，这是我们极大的一个很美的一个福分，所以我们来把握这个机会。好，来，接下来我们的圣诞的邀请卡我们前个礼拜已经都在发了哈。好，那我们呢如果呢你还没有拿到的，你可以拿这一张，然后呢送给你的朋友，跟他讲，在这上面点，有很多的餐会呢，你就可以按照他的属性邀请他来参加。12月8号是玉喜牧区，再来接下来是哪一个牧区？秀莲 ，OK， 好，秀莲牧区那我们呢都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哈。好，接着好我们在我们的周报上还有看到这一张哈。好，这一位你们认识吗？
认识李天柱弟兄，他在12月15号呢，牧师打电话给他，然后呢邀请他，也透过我们的诗语的介绍，然后呢他呢特别愿意拨时间来到我们永光教会。我们知道他现在在他的引介上面，他非常的忙碌，但是他说只要有机会能够分享他的见证给弟兄姐妹，他愿意把他的时间拨出来。所以呢，他12月15号，所以我们12月15号只有一场的礼拜，只有一场的礼拜。那牧师呢已经接到很多的消息，在网络上呢，他的粉丝呢都开始在 follow 他，然后听说12月15要来永和，所以呢很多人要来，都是外面他的粉丝，所以你们要早一点来哦，不然呢你们就坐到玉山银行去了。好，12月15号，那不是你自己来，你要邀请谁？邀请你的好朋友，你跟他介绍，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呢，他的见证非常非常的触摸人心所以呢，我们好好的把握机会。你跟旁边的人，你跟他说，你要带3个人来，我们让这边都爆满好，感谢主。好，这是12月15号。那12月22号呢，再隔一个礼拜就是我们的圣诞的节庆。我们有小朋友，还有我们很多很棒的表演，都在这里要呈现，也要庆贺耶稣的诞生，还有我们青少年的戏剧的演出。所以呢，李天柱之后呢，更精彩的节目在后面等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了解我们的时间，然后带我们的朋友来参加。好，牧师呢也来报告一个很新的、刚出炉的消息，就是我们明年开始，我们的央青牧区成立，拍掌。感谢主因为我们的民谦呢，还有一些我们的社青的这些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呢看到他们自己的责任，他们说，牧师，我们愿意用更多的时间来帮助这些刚出社会的这些的弟弟妹妹们，让他们呢能够在这个职场上面，透过我们的经验跟他们分享，我们愿意来陪伴他们。所以我们从明年1月开始有央青的牧区来成立，然后呢，我们的区长就是民谦执事。那现在呢，聚会的时间暂定是这个样子，是周六晚上5点到6点半在西馆，那会有1-2个月的时间呢。我们的民谦区长呢，他会先跟这些的同工认识，然后呢，大家连结之后呢，他们就会把2个小组分开来。所以你如果已经是毕业的，然后在工作的35岁以下，你如果60岁，可能先不要加这个小组了好，我们央青就是让35岁以下的，然后呢毕业的已经在职场来参加。你如果36岁，那你来先跟牧师谈一下，这样好不好？OK， 我们感谢主所以年轻人呢，央青的朋友，欢迎你们来参加。你们来参加这个央青的，我告诉你们，生命会大放光彩好，感谢主。还有没有在灵修天天要灵修 QT， 这是我们永光的资产。所以你如果还没有订购这个活泼生命的，还有儿牧的家长没有购买那个我喜欢耶稣的，我们要赶快购买，每一天都要灵修，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生命每一天的力量，每一天要呼吸，每一天都要灵修好，再来。好，我们的诗语宣教士今天在新竹的灵粮堂，在那里有音乐的服事，我们也常常为他的服事来祷告。好，周礼花长老就是我们周牧师的母亲。在12月7号，就是接下来的礼拜六，要在高雄的顶金教会举行教会葬。什么叫做教会葬？不是葬在教会教会葬就是他成为长老，然后是名誉长老，所以教会呢有用一个特别的一个礼仪，然后来向他来告别，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要来参加。那上午8点呢，在高雄的殡仪馆入殓，1点半呢，在顶金教会有告别的礼拜。所以呢，我们现在游览车刚刚牧师接收到，只剩下10几个位置。有人问牧师说：“牧师，那我们想要参加，可是呢想要可能师班跟这些的比较年轻，他们如果参加报名了有剩余的位置，我们才好意思报名。”好，那牧师可以跟大家说，你们现在可以报名了。那现在剩下10几个位置那你们可以到后面来填写。牧师也先向我们弟兄姐妹献上感谢，谢谢你们这样子的关怀爱牧师的家庭。所以那一天礼拜六，接下来礼拜六早上
是7点要准时出发。然后呢，我们到了高雄呢，大概12点的时候呢，我们会马上练习诗班，所以呢，我们大概了解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我们也会在游览车上面可能会用餐，这个都是我们的国宾长老他跟我们的诗班的队长他们会来处理。所以我们大概礼拜6早上7点集合，请大家来留意这个时间哈。那如果你是自己搭高铁的，12点一定要准时到鼎金教会，我们只有练1次的时间，因为后面还有诗班要再练习，所以我们把握12点在鼎金教会要练习为诗。好，我们继续为这些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神能够来医治他们。那我们在祷告当中呢，时常纪念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事就像他们就是我们的家人。好，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燕玲在哪里？第一堂 ，OK， 好，第一堂，好。那我们今天呢，也有一些的新的朋友在这里，有吗？我们还有新的朋友吗？好，你们的那个家人的观摩团有没有来？爸爸妈妈，燕侨的爸爸妈妈吗？来挥挥手一下，来站起来，我们介绍燕侨的爸爸妈妈哈。燕侨，你挥挥手一下。好，燕侨站起来，燕侨，这是他的爸爸妈妈哈。哇，我们很少看到，欢迎你们回来哈。好。还有那个俊明，你的旁边这位，我们也认识一下这位弟兄姐妹。嗨，请问是第一次来？对啊，来几次？来几次了？在这边以前的老教友。是什么名字？志敏的爸爸。志敏在哪里？志敏？在上面。在楼上哈。志敏的爸爸，你现在讲我认出来了。哈哈，那这位是？是志敏的姐姐。志敏的姐姐。就是他正代长老的弟弟哈，你是正代长老的弟弟正代长老的弟弟，志敏的爸爸跟志敏的姐姐，非常欢迎你们，请坐，请坐。好，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回来礼拜哈。好，那请我们这个时刻呢，我们一同起立，好，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彼此来祝福，我们拍掌。将你的喜乐分赐出去。我们来跟旁边的人来握手，来祝福他，特别是跟我们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们。结束之后呢，我们受洗的跟你们的小组也都可以到前面来拍照留念。这个时候，我们站立，请牧师来祝福祷告。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慈悲怜悯的天父，他的大能大力护庇着你们，让你们所做所行一切都靠着圣灵得着能力。也愿耶稣基督的救恩降临在你与你家人身上，让你们天天享受他同在的平安跟喜乐。也愿神恩典厚厚浇灌你们，让你们的生命充满了奇迹跟见证，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
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阿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上帝祝福我们。我们呢，这个月历，我们后面还有我们还没有拿到的新朋友，你们可以在后面拿到教会的月历，而且有印教会的聚会的时间跟名字，所以欢迎我们来领取。大家请坐，下个礼拜见。